乡亲啊，继续要看的这件是艺人诺诺，和一个网红叫做小红老师的指控着性骚扰，甚至受害者高达20个人。今仔日这个小红老师勇敢站出来，指控诺诺过去对大家所做的代志。因为诺诺讲，伊对这代志拢无印象咯。小红老师讲，伊除了要唤醒着对方的记忆，嘛要代替真侪受害者出面来发声。有上新的消息，艺人诺诺拄则伫个面册来表示，讲伊本人即刻开始停止演艺工作，深刻来反省。是毋是要退出着演艺界，并无做出回应。还是否认的状态，因为他一直想不起来任何一件事情。那自从我 po 文之后，就开始收到超级多的受害者所有人的来信。面对镜头直接应战，网红小红老师甚至摕手机念出真侪受害女性的资料。他所有都会找新人下手，为什么他不去找随便一个线上很红的人？因为他不敢，他知道我们不会讲话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外地来上面打拼的，我们甚至没有任何朋友、任何艺人朋友可以为我们发声。指控诺诺有真侪女性的备胎，小红老师嘛讲到家己性骚扰的经验，让伊受到严重的创伤，也有真侪受害女性拢是未满18岁。有一些是幕后工作人员，然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，甚至有大学传播系去实习的妹妹，她那时候才可能16、17、18岁，我不晓得，就是大学的时候，所以我收到超级多的受害者的爆料。当时伊嘛强调，真侪来北部做工课的人是烦恼父母无法度忍受，所以才选择来吞忍。如今站出来，就是希望会当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。陈先生的一句没有印象，又再一次刺中每一个活在他魔爪阴影的女生，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女生跳出来，一直跟我讲说，你绝对要让他道歉，你绝对要让他承认。这么多人发生了，为什么他还是不承认？一个忘记，2个忘记，我就不相信3个、4个、5个、10个他还是忘记。面对指控，家20多个人性骚扰，艺人诺诺下晡伫咧面册顶馆来发文章，伊表示本人即刻开始停止演艺工作，诚心来反省。那是不是有要退出演艺界，伊并无做出回应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